Should I kiss it? Yeah. Yeah, please. Actually. Dry or wet? 其實西九呢個區咧呢個規劃一路推動咧，我哋見到嘅一路去逼住政府咁做，咁就一路其實往比較開放嘅方向行緊嘅。咁我哋如果睇翻幾年前話逼住香港人3+1，而且真係完全係數碼港嘅翻版地產項目。咁好彩當時香港好多唔同界別嘅建築界啊、文化界啊一齊去抗爭啦，咁先至推冧咗成個計劃啦推倒重來啦。其實依家係幾往一個幾值得大家高興嘅方向發展緊嘅。我舉個例子啊，譬如話喺開始政府嘅 plan 入邊啦全部冇提到要留錢做 collection， 要揾去收藏品啊等等嘅。當時成日講緊淨係話我哋起幾多個場館，個場館可以容納到幾多人要啲乜嘢館咁樣完全冇講話咁入邊嗰啲展品點嚟呢？點樣持續收藏、持續發展呢？冇呢個 concept。咁每一次嘅論壇呢，我哋其實問翻啲負責嘅官員呢，全部都答唔出。呢樣嘢唔喺佢哋個腦入邊嘅。OK， 咁我哋見到行落嚟到咗呢一步呢，開始啦。如果我哋注意到上一次新嚟嘅總裁謝卓飛OK， 有同記者見面啦，同埋有公開講到啦喺立法會都有講到話，有部分嘅 budget。會留嚟去做去收集藏品，或者同唔同嘅國際級嘅博物館、藝術館去合作嘅時候呢，咁呢樣嘢呢，就已經開始喺規劃嘅人嘅 mindset 入邊 OK 咁後尾又係有記者問翻阿謝卓飛先生嘅話，點解以前完全話冇提 collection， 依家有呢？咁佢嘅回答都係話，事情一直演變中，我哋一定會吸納唔同嘅意見咁你見到依家係慢慢個開放嘅態度嚟行嘅，咁呢樣當然係好事啦。咁當然係希望行快啲啦，同埋行啱咗方向啦。乜嘢叫做唔啱嘅方向呢？我會有少少擔心呢，就係翻去我哋所講嘅點樣令西九成為一個成功嘅西九，就係話令香港人覺得佢係我哋嘅西九 ，our 西九 OK。我覺得呢一點要注意嘅。換言之，換個角度講呢，就係話以後嘅無論3個方案邊個勝出啦，同埋以後嘅西九管理局嘅運作上高啦我諗就係成個配套呢要注意嘅。其實大家都知道㗎啦，都做緊㗎啦，就話譬如講緊香港人嘅生活狀態啦，包括依家啱啱通過咗，具體仲有待去爭議㗎啦，就係話最低工資嘅保障啦，跟住依家開始開波去考慮嘅就係話最長工時嘅立法管制啦，仲有另外對於成個價值觀OK， 成個價值觀嘅培養同埋塑造，咁呢個當然係香港到咗2010年同埋之後啦，係一場好重要嘅可以稱為文化戰爭要打嘅啦。咁嘅時候就話你要令到香港人覺得文化藝術同自己嘅關係，我要用乜嘢心態，乜嘢嘅狀態去享受參與呢個文化藝術。咁依家嘅方向呢，希望以後做到會千祈唔好行錯路啦。譬如我注意到啦，雖然唔同嘅方案 OK 都係會強調話將人嘅參與放入邊啦，但係人嘅參與啫，用乜嘢身份嚟參與呢？其實會影響嗰個參與者嘅意願㗎嘛，同埋興趣㗎嘛，唔係話你叫佢參與，俾佢參與，佢就有興趣嚟參與㗎嘛。OK， 你要俾佢一個狀態嚟參與。如果我打開其中一份呢，我會見到咧佢嘅宣傳嘅，講得好靚㗎喎，叫做探索自我喎。佢就話咩呢？話一個女士，年輕女士，話日頭咧去中環做 OL 嘅。上班嘅，唔知佢嘅係管理層定係咩崗位啦。咁夜晚翻屋企咧，搖身一變換晒衫咧就去參與啦，變成一個美少女指揮家，好好啦好似日頭又做嘢揾錢揾食，夜晚就變成一個藝術嘅參與者咁但係突然間咧就接到老細嘅 call 啦，老細話有急事，即刻要翻 office。咁咧嗰個女仔咧就好高興咯，哇好彩啫，喺西九翻去得7分鐘咁樣咁成個咁嘅宣傳咧，我哋驟眼睇落去好好喎，西九嘅交通位置好方便喎 OK。其實呢樣係好攞命嘅。當你如果仲係咁嘅工作狀況同埋咁嘅心態去參與文化藝術嘅時候咧，你點可能去全心去投入啊？
而且點可能長期去投入啊？你仲隨時去到西九，原來西九嘅好處就係好方便，你隨時劈低藝術就翻去揾錢嘅。咁當然要達成呢個大方向、大目標嘅時候咧，好多方面要配合啦，成個香港社會、成個政府啦。乜嘢叫做政府嘅配合咧？我哋睇翻以前嘅經驗啦，因為以前嘅經驗太令我哋擔心啊！好多時候好多嘅場館也好，或者嗰啲 program 嘅運作也好，當官方嗰隻手一插入去嘅時候咧，我哋見到咧官僚化得不得了嘅。無論我哋起嗰啲場館係幾靚嘅時候，但係當我哋運作起嚟咧，你見到好似控制緊一個監獄咁嘅運作嘅啊！我舉個例啦，譬如喺依家叫尖沙咀東部好多文化館啊、美術館、博物館等等咧，你有啲館唔錯，但係大部分嘅館都好肉酸㗎啦，嗰啲牆好似公廁嗰啲磚咁㗎啦，咁而運作起上嚟咧係更加攞命嘅。你見到啦大家好周圍你見到有啲人日又抹夜又抹，佢維持好乾淨，試圖維持好乾淨嘅氣氛，同埋維持一個秩序 ，which is good 嘅維持秩序嚇。但係你見到用嗰個方式咧係一樣嘅，係去管一個監獄也好，一個公廁也好，管一個或者官方嘅中學也好，都係一樣咁嘅方式、咁嘅態度嚟管，係冇咗一種文化嘅味道嘅。咁我會好擔心咧呢個尖沙咀東部呢種感覺，或者呢種咁嘅運作方式，又再運用翻喺西九嗰度。所以咧有個關鍵嘅角度好重要嘅，就係話西九其實同東九咧唔係兩個獨立嘅嘢嚟嘅。我記得好多年前、幾年前，當曾蔭權仲係即係呢個未做特首嘅時，佢嗰時係主要負責西九嘅 project 嘅，咁同文化創意界係見面嘅嚇，見面開會嗰時咧，佢講到下午後點，直情係眼都紅埋嘅，咁啊唔該啦，快啲啦，我哋希望你哋支持，快啲去做好西九。佢當時講到一個 point 咧係幾 convincing 嘅嚇，佢係話正正因為政府都知道東九，尤其是以民政局康文署去負責去管嘅東九龍係唔掂嘅時候咧，佢哋希望快啲整好西九，係唔止話有嚿嘢出嚟，而係成個管理文化嘅運作嘅模式都係唔同嘅。然後咧有咗西九呢嚿嘢咧，再翻轉頭係影響翻東九，提升翻東九。所以東九同西九咧應該係結合嚟睇嘅嚇。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咧，到時西九咧慢慢開頭可能會幾 OK， 跟住咧變翻喺東九龍咁嘅模式，咁就好似官僚控制、官僚體系。有種你覺得雖然係一個文化嘅區，但係成個運作起嚟咧係完全冇文化味道，或者同文化係啱啱相反嘅。嗱，可以舉多一個另外少少嘅例子啦，譬如香港書展啦嚇，香港書展喺香港好受歡迎啦，其實內容都唔錯嘅 ，OK。但係你見到咧，每一年去書展啦，第一就人好多啦，然後更加為咗去控制嗰人流咧，你見到咧係完全冇書展嘅味道嘅。因為由外面場館到入邊都不斷派人攞住大聲公係咁嗌嘅，好似趕羊啊、趕狗咁樣嗌住㗎。大家唔好爭，大家排隊呢邊嗰邊咁嚇。你唔覺得係去參觀一個書展嘅？你覺得好似去緊個街市買嘢咁嘅嚇。我哋係好擔心呢種咁嘅感覺會再出嚟。咁就另外，如果講到政府要做啲乜嘢嘅時候，當然啦，就係話喺管理上高啦。OK，因為好多西九管理局嘅成員都係要委任㗎嘛嚇，咁就千祈唔好令到呢個管理局上高嘅委任變成一個黨派利益嘅分豬肉啦。我哋目前見到嘅，譬如有某啲成員來自某啲黨派咧，你見到佢嘅過往嘅背景或者佢嘅訓練、佢嘅工作，其實同文化藝術同創意文化係相差得十萬八千里嚇。我哋唔覺得佢有咁嘅 qualification 或者咁嘅 background 咁嘅訓練去做呢個位 OK， 但係好得意嘅，佢做好多份公職，其中一份就係會坐咗喺入邊咁樣嚇。咁我哋會擔心呢啲情形會繼續甚至擴大咁樣嚇。咁喺政府嘅委任啊，同埋即係喺管理層次上高嘅控制上高咧，千祈唔好成為一個黨派分豬肉嘅咁嘅情形啦。咁當然，如果你話講翻唔同嘅方案啦，我哋目前為止都見到冇一個方案咧係正式將文學館呢個概念放上嚟嘅。
咁我個人覺得呢個係非常值得遺憾嘅嘢嚟嘅嚇，因為文學館咧，我哋知道啦，唔止話淨係為文字文學服務咁簡單啦嚇，因為文字咧同其他唔同門類嘅藝術咧係息息相關啦，甚至文字有個特點嘅，佢可以將唔同門類、唔同種類嘅藝術咧係承載落嚟，或者將佢延伸出嚟，或者將佢更加可以再創造。文字係一個平台嚟嘅 ，OK 嚇，所以你見到各種咧嘅藝術門類啦，無論舞蹈啊、音樂啊、戲劇啊等等，除咗佢嘅 performance 之後咧之前或者之餘啦，都會整一啲文字嘅嘢出嚟用文字作為一個平台，係將佢嘅 performance 延續落去，或者重新係再將啲嘢累積起嚟。因為點解咧？因為如果話3個方案都係強調話要將西九嘅文化藝術帶出西九，又將西九以外嘅人帶入嚟嘅時候咧，咁文字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中介媒體嚟嘅。OK， 咁有個文學館同埋相關嘅運作方式係可以作為呢個中介，係將西九同埋外面嘅社區係連結起嚟。